其他消息来关心，台北市中山区有一间诊所内底姓陈的医生涉嫌滥散爱困药啊，史蒂诺斯，佮加这药单开予民众了后，不法的所得赚超过2000万，即马互检调查，计共有5个人互叫去问话。负责这间诊所的负责人姓陈的医生，伊是伫民国108年到民国110年之间，涉嫌指示无医生资格的警职，也佫有一个有医生资格姓郭查甫人，同齐去开无老实的药单，佮配合药局、西药房倒空，互这摕到药单的民众会当去领第4级管制药品爱困药啊史蒂诺斯。尾啊呢，才甲这爱困药啊摕去卖，嘛发现讲这开的药单有100多张，不法的所得有2000万。检方即马甲这个姓陈的医生在内，计共有5个人移送法办。